家好，蓝天雪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佳好。你今摆在收听的是厝边隔壁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有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冬天雪地无烦恼，因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又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在人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喜信。今日喜信呢，特别来到咱真耶稣教会道兰教会，就是伫咱道兰镇中山路110号之1伫这个所在，要来访问咱道兰教会一位敏修兄弟敏修兄要咱节目中甲咱做见证即马咱这个敏修兄已经伫咱节目要录音的这个现场内底咱叫伊甲咱拍一下招呼一下。哈利路亚！我是黄敏修，我是道兰真耶稣教会。好，咱已经听到咱这个敏修兄的声敏修兄你今年几岁？64。今年64啊。64。你本厝你住伫倒位？本厝住伫这个台中。台中你细汉伫台中大汉嘛？我是一直是这个沙林堡。你沙林堡的人。你出世伫沙林堡。对。后来才搬来台中。对，台中。恁家有几个兄弟姊妹？我有2个弟弟，1个妹妹。2个弟弟1个妹妹。你是读什么毕业的？三重高工。三重埔高工。高工啦。三重埔高工，你64岁，但你读这个三重埔高工，这无简单的因为迄阵要读册拢爱考试呢。对啊。毋是讲一般就可以调呢高中考试伫迄阵三重埔高工敢若无好考对啊。你搁考会调可能你读较袂歹你会记你讲恁毕业了，你捌做啥物工课？这毕业我是做兵。做兵毕业就去做兵对，我是自愿搁签，我是3年的空军。义务役了，你搁签3年了对？总共签6年搁签6年你毋知做几年？拢总做几年？做8年半。8年半。所以你有军人的身份有啊。安尼你8年半刷了咧？刷了因为我老爸啊，得着这肺腺癌，我人不要照顾伊你怎样照顾恁爸爸得肺腺癌？照顾偌久的时间？照顾伊86年。民国86年就对了。安尼拢做几年？3年。照顾3年咧。然后呢？然后阮老爸啊过世时候，那就兄弟无带做伙嘛。无带做伙。对啊。你走对？后来你敢有搁做啥物工课？是有做无久，伊变做临时工。临时工无讲找一个工课较固定安尼无？是有可是逐工我等通知，毋知伊等几个月去拢无搁通知就对了。都等通知。等通知所以你若等通知的中间，你拢做一寡10工就对了。人若叫你做啥，你就做啥呢？做偌久的时间？做差不多5年。5年咱找头路应该来讲，你会当去工厂去对安尼咁问有时面少去面试中去找头路讲我等候通知搁等通知通知无个意做都变无讲好你当时来上班无哎呦奇怪一般来讲，若是当初是迄时阵的台湾的社会欠工呢世界拢咧有一寡啥物家庭工厂嘛搁一寡即个
传统的产业，对啊传统工业吼，嘿拢需要工人呢。啊，其实你拢找无就对了。阮老母也是有差5岁哦，过世啊，哦，你妈妈你5岁伊就离世，对啊，啊，爸爸算你几岁的时阵离世38岁，你38岁的时阵，恁爸爸离世。对，我50年厝的吧，哦，啊，所以基本上来讲，你敢有结婚？无，哦，你怎啊安尼耽误你对啊的你的婚事就对了，怎啊拢无结婚？啊，恁兜有啥物种的信仰无？像你无啊？哎，爸爸敢有拜拜？无，嘛无。啊，你是干那甲恁爸爸做伙大？对，剩的兄弟啊，拢个人各家啊嘛。哎，哦，算讲嫁娶出去啊嘛。吼。就哎，全部拢过来分开去啊，哦，啊，后来恁爸爸离世了后，你就是讲做工课做差不多都有5年的时间就对了哈。啊，5年了后，你搁安那过你的生活？哦，伊就是说，新的恩典。在台中，我实在我都听一个声音讲，你去过去找做医生弟兄。哈，有一个声音嘛？哎，哦，伊讲以前迄种的南屯遐饲那个鹿呀，好，安尼哦，南屯遐，南屯咧，遐咧饲迄个羚羊啦，哦，要饲羚的就对了。对哦，有一个声音甲你讲，对啊，直接安尼讲。系啊，我们那知影迄阵去找伊啊。哦，啊，你若知影啥物地点？我有啊，讲是啥物地点可以找伊，我真正去找伊啊。含几号拢有？哎，有啊，哎哟，这奇妙。哎呀，这第一届做谢杀伊的啊。哦，啊，做说一声甲你讲去找谢杀伊安尼。哦，啊，你怎样去找伊？去找伊啊。啊，找伊，你安尼甲讲？伊记我伊也较知好，你也来开始来做。哦，毋是你去的时阵，伊会讲啊，我甲你无熟悉，你是安尼来找我？我也讲话，我叫做做神的恩典啦。好安尼哦，所以你有甲讲，有一个声音叫我来找你。找你啊。啊，所以伊就甲伊接纳的。对啊。啊，伊就甲伊带去做工课。对啊。哦，去对做工课。伊的边仔饲伊边仔有草饲100几只这个羚羊。哦，伊就甲伊讲，啊无你就甲我做去饲羊安尼。对啊。啊，你啊未饲羊进前，你咧做啥物代志？打零工。打零工吼。你甲恁爸爸做伙大的时阵是人租的啊？会做呀。租厝啊？迄阵还佫无买厝啊？无。哦，啊，所以一直甲恁爸爸离世了，你就无佫租厝啊？就摕一个包袱。对啊。啊，就行到对，住到对，食到对安尼啊。对啊。安尼过几年的时间？5年。哈，5年啊。哎。啊，这5年你是安怎过？我是因为像咧台中一个种的基督教恩友中心。哦，恩友中心。以后迄3顿通食。哦，3顿通食，啊，你用走遐食。对啊。哦，安尼哦，啊，你无就做工过哦。要去找无人要请。哦，是安尼哦，吼，要去找无人请。啊，你迄阵头毛是安尼留个真长吼。哎。啊，喙手留真长安尼。哎呀。哦，啊，算不修边幅就对啊。啊，有啉酒无？啊，无。无啉酒。哎呦。无啉酒啊，干那头毛长长安尼，衫破破安尼款。无衫是有衫，要是较早潮的衫，会使穿。安尼啊，你用洗身躯要对洗？公园。哦，伫公园洗啊。那个公园，那个长站公园。哦，长站公园啊，反正就是恁爸爸离世了，你迄阵才30几岁嘛，吼。对，38岁。啊，搁一段打零工的时间，啊，这段时间内底，你看起来嘛无钱好租厝嘛。对啊。不如就世界流浪安尼吼，变做街友。哦，街友啊。对啊，就讲街友。哦，迄阵老街友吼，算讲行到对对到对的街友吼。我啦，你甲我，咱两个拢是世界行安尼吼，啊，这就变做好朋友安尼。你有拄着迄个街友的朋友啊？有哦。完了有啊，啊，恁的心态是安怎？大家互相照顾。伊大部分都是去大陆投资。好投资。为了去做，等下无民主等于故乡啊，所以做台中遮大。哦，等下台中大。啊，台中来遮做到台中做街友啊。完了变做街友了。对啊。好好，啊，这街友偌济人无？你所知影？哦，袂少的哦。袂少啊。对啊。台中的街友足济啊。对啊。哦，遐安尼。对啊。恁4个拢去拄着街友。即阵我住的是较早旧的台中火车站。哦，台中火车站。地下道。哦，恁草拢集伫遐就对了。对。伊遐算做较袂透风落雨啦吼。地下道遐是。啊，要便所嘛较方便。对啊。有当时若要洗身躯啦吼，加减猛洗安尼。啊，洗啥物啊？洗啥物？用个自助洗衣机。哦，完了会使了对。啊，你恩友中心的时阵是过，互你3顿嘛。对。啊，你敢有啥物零用金？无，都是打零工啊。嘛有去打零工就对。加减人咧叫你就去做者安尼。啊，算讲几百箍安尼，加减放伫落地下底，买衫就他用安尼，差不多是安尼尔就对。你无啉酒？无。啊嘛无食薰？解薰啦。
哦，啉酒改吼，有改，分改个。你有改起来就对啊，吼，你哪想要改？以前我改的是来遮做那个朱老师朱太太，那时候改分的。是，吼，对遐开始就对好。即马就讲，一个声音，甲你讲，你去找什么所在啊，什么人，安尼你去找伊，啊，个人伊就甲你接纳，讲安尼这是个意思，吼，你就去南屯遐甲雇养，雇养过几年？以前99年，因为就到月底就地主土就要收转去。地主人要收去起厝啊。所以到迄阵，我第一届接到真耶稣是99年西台中联合会秋季联合会。民国99年。对。秋季联合会。秋季联合会。甲你报你去参加了对。对啊。你声音，你听了迄声音是几年？以前是89年。89年听到这声音，去找朱医生。然后99年的时阵再去教会。对。这段时间你咧做这个饲养的时阵，伊敢有甲你带去教会？以前是第一届饲个是99年改嘛，因为迄种伊饲养拢根本都无假日，无时间啦吼，拢爱顾养啊就对啦吼。一直到联会时阵，伊甲带你去教会。你听了安那？算啦，吹掉，我有吹掉。吹掉。对啊。你第一遍参加聚会就。哎呀，迄都是。18年时候，我一过就到那个的圣灵了。你99年、99年的秋季来参加报道会，迄边你就听道理啊嘛。对了。迄边无得到圣灵啦。一直无。但是你听到感觉讲，我已经找到一个正确的信仰，找到实在倚靠，真正仰望，找到真神啊，找到救主哈。所以迄个感觉就足好的。一直到你18年的时阵，你伫当时也得到圣灵。嘛是伫教会内底，还是伫咧灵会时？教会，伫教会普通社吗？对啊。普通社安孝日吗？对安孝日。你有去头前祈祷，还是你家己？去遐头前祈祷时得到圣灵。你当时接受主要所保惠洗礼？对，18年10月19。18年10月，所以你就无到1年呢？对啊。你无到1年才来洗礼所以这段时间你拢有咧听道理了对吧？要听讲这个道是毋是嘛？毋是讲教会讲你来教会你敢若找到就甲你洗礼嘛无安尼嘛是爱互你知影讲，这圣经是生怎啊？啥物做圣经？咱所相信这位神是啥物神？并且咱嘛知影讲，咱世间人是对来，现在活世间遮辛苦。受这个生老病死劳苦愁烦，才知影讲咱人有罪，有罪时，耶稣来到世间来拯救咱世间人，对咱天顶的神伊要完成伊的公义甲伊的慈爱，伊亲自降生来到世间，为咱世间人留着伊的血，洗去咱的罪。过来，咱讲有迄教义嘛，明白讲为安那洗礼才是对，安那洗骹咧才是甲罪恶所有分，安那。领受圣餐，甲是领受真正的生命。过来爱守安息日，过来爱领受圣灵，过来爱守神的道理嘛，这代志拢已经知影了，你就报名洗礼。对，我安尼嘛1年的时间呢，报你等。较知道理啊，较知无以为洗礼，无你个走去啊。安尼无意思啊，嘛无彩，这个你知影真道了，过去离开了神，安尼就比无神的更较可怜啦，所以你伫18年的时候，你接受洗礼，伫对洗礼？南溪。带一间教会。在倒来。你是来到倒来才洗礼？对。咱才洗礼。感谢主因为你已经来到山顶啊嘛。对，你是山顶。伫遮咧做咧，我那咧饲羊嘛，帮忙饲羊嘛，伫你的人生当中，甲即马来讲，你有过看什么种的体验？甲最后所保守看过，来你来讲看嘛。第一个是1801年去才去抓家着郭家辉。你啊，伫啊。对。迄个手变形的。对啊。我这感谢主，我个无打了血清咯，拢无。安尼哦。像咱还翘。这毋是，佮打着迄规好了，规人。就变安尼啊！系啊，本来是直的啊，对的啊，但是现在变翘安尼，系啊，袂直，袂直啦。但是
这无啦，这贵念死啊！哦，啊，你拢无去用医啊？无啊，但是好起来就变做安尼了。系啊，哇，迄阵就真干呢。无咧，无种的，伊是老血，伊是出血毒。哦，出血毒啊！诶，骨较灰就对。骨较灰足毒的呢。系啊，啊，你嘛无去互病院看？无啊。安尼你未讲昏去还是安那？都无咧。哎呦，我是赶快祈祷。啊，紧祈祷。用刀啊，规只挂开，血流出来。哦，你用刀啊，甲挂开。系啊，无伊毒伊走心肝啊。哦，你啊遮勇敢啊。系啊。我这刀啊刮咧，啊，你刀啊有个需要清气无？有啊。啊，你再去刮呢？系啊。我有伊。啊，怎啊甲这个血甲弹出来呢？滴出来。哦，你家己用刀啊甲刮开啊？啊，无去互医生看？无啊。哦，够迄阵拢无，我毋知啊。迄阵头来无手机啊，拢无。哦，啥物拢无，干伫山顶的所在。山顶系啊。啊，所以只有自救啦。自救啊。你无得去找医生啊。无啊。啊，所以只有用这个方法安尼。系啊。哦，你嘛厉害呢吼！你还知影讲要甲用这个刀？我迄阵做表有教过。哦，小可教过，讲嘛拄着去互这个毒蛇咬着时阵，爱甲伊血流出来就对啊。哦，你就安尼。啊，所以你安挂一个即马手小可变形，就讲尾指查啦这个所在，迄个叫啥物食指这样？是食指。好，食指迄个正手的所在哈，怎啊一个好安尼？哦，迄骨壳灰若无去互医生看死呢？全身毒啊，系啊，是恩典。好，这是第一项。我第二是100块2厘，6月初6，为面顶那大室外。哦，对，外悬。所以2层楼。2层楼。诶。吼，伫对搭一个楼。系啊。是啥物所在？我大孙铁厝呀。哦，铁厝啊。你大个所在。系啊。啊，你若走去遐？我迄困，我暗时要去遐上便所啊。哦，对，啊，怎啊行？厝内。去厝内啊。厝内佫转来。敢无迄个栅栏？无，迄阵佫无。无栅栏怎啊摔落去啊？喺厝内啊。安尼嘛危险啊。伫转来啊，我毋知迄阵错拜6号安息日，我咧烧烤因迄种诶物资是开毋对咧，那规考考第2天吼拜因吼，走去种诶农民诊所看，伊就看毋对，伊个粉碎性骨折。哎呦哦！我毋敢收，我去转到丰原医院。两骨粉碎性骨折。对。第几节？都在腰家肾脏旁边这里。哦，肾脏旁边。对。哦，伫遐去弄着遐。规个转落啊。哎呦哦，啊怎啊挤落就对了。对。咱迄个咱讲吼，迄个重力加速度嘛。吹气啊！规个这骨折怎啊吹起来？吹几节？伊阵我毋知，看医生看袂使，我毋敢收，赶快转到那个丰原医院。哦，这丰原市立医院遐去。对。啊去遐医生安讲。哦，哟你来咧，你早应该来啊，早应该来了，我毋知袂疼啊。哎呦！迄阵我佫徛铁马啊。啊，佫袂疼？哎，佫徛铁马啊。啊，粉碎性骨折佫徛铁马。系啊。迄若一般来讲袂叮当安尼。哎呀，我徛铁马位面顶徛啊，教会来安息日，我正安尼啊。来求帮助就对啦。哎呀，我这已经受伤啊，看不是我咧安息日来，安息日。对，佫徛铁马。哇，受伤啊，佫徛铁马来安息日。啊，这教会上安息日。人诶，有诶人好好的我来聚会咧。哦，你受伤佫徛铁马来聚会，哦，你实在够有信心诶咧。对啊。哦，啊！你即马来到教会时，你有甲讲我去跋倒安尼啊？无咧。啊！你拢无讲啊？无讲，我毋知影，遐严重啊。哦，啊，尾你想要去？就是那个是陈明家传道跟吴子是传道，赶快叫我礼拜到去那个农民诊所。农民诊所。来照意思讲，哦，唔敢收，赶快。唔敢收啊！叫转到这个红医院那边。哦，转刷去遐去对。伊看，伊早一看哟。哎，你食偌严重啊！你我毋知啊，袂疼啊，我感觉无安怎啊。哦，安尼哦，哇！啊，尾后边啊，讲叫你爱手术啊。伊讲你要疼，甲手术讲无疼啊咧。哦，安尼哦，袂疼。我无疼啊，我无感觉啊，我都哭啊你啊。拜托，这个两骨是咧刺杀你顶面上半身的力量的所在呢。哎呀，遐若喙齿等于袂输咱咧。起厝咧调啊，长期共款啊，迄个是恩典啊，拢袂疼，拢毋疼，拢无疼，早来啊，我拖一礼拜较来，拖到拜下去。安尼啊？哎呀，啊伊有甲你讲你爱手术无？伊讲你爱疼甲手术，佫拖到种都无手术做，拢袂疼，都袂疼。啊，但是你即马讲有吐出来？有，而且有。
哦，摸的时阵有凸出来，迄骨有凸出来。有啊，啊几节3节。？3节啊。嗯。即摆你摸会着。有啊。就安尼一凹一凹安尼。我几变到安尼，变到安尼。哦，安尼啊，凹落去安尼啊。无凸出来啊。凸出来啊。对啊。啊，袂疼。无疼啊，就是袂疼到毋知影严重啊。哇塞！这喙齿就是迄神经若阵长去的时阵吼。讲哟。半身不遂呢。我都伊这长个多，见到了长安尼。嘿。长安尼，毋是长安尼，安尼要切长去啊。对，嘿嘿。伊要长安尼。哦，长安尼啊。系啊，变做安尼好，变做一个弧度安尼。弧度安尼啊。系啊。哦，所以伊变做讲。无去哦，剪长去无剪长，你讲差点剪长去做诶。迄剪长你就差倒云层啊。照讲你浑身骨折，照应该是袂紧张了。系啊系啊。你即马安尼行走拢无问题啊？无问题啊，我可以骑铁马啊。哎呦哦，咱老实讲啊，咱即个民雄兄吼，若按迄个来教会吼，迄草所有这空间啦吼，啊个粪扫啦吼，有诶无拢草会咧摒扫，草拢咧扫，好奇怪。啊，逐个拢变甲遐慢，啊，拢变较紧啊，两个手咱吼。我这报答是了会缘点哦，这是缘点。你算报答性缘点。哎呀，哦，你用这报答性缘点咧做工。第三就是逆时到逆流。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无开刀也好啊。胃食道是安那先3型什么情形？超卫生。卫生。一直叫1打2打2。一直生出来。对。哦。啊，足艰苦呢，迄食道会烧着呢。会啊。会酸着。啊，你有叫医生看？无。啊？拢无。啊，无你也知胃食道逆流。就是因为我较有去看，医生讲你啊，喷袂合了。系。喷袂了，伤大颗，开合起来要开刀。啊，好啊，好。无讲咩，无开刀，无你啊。啊，无你胃的物件总会溢出来。袂使食多。哦，爱食较少。就少量多餐。哦，啊，你即摆咧？好啊。哈？好啊。无啊，袂酸啊。无啊。袂益酸啊。无啊。拢好。好啊。哦。这是了恩典啊。哦，安尼哦。对啊。我看你身体也袂歹啊，勇勇啊吼，啊无头巴肚痛吼，散散啊，啊佫行路佫真溜咧安尼吼。即摆拢骑铁马吗？骑铁马啊。安尼哦。啊，所以即摆你是甲啥物人做伙住？甲李农民弟兄。李农民弟兄吼，李农民弟兄伊甲你做伙住安尼吼。啊，你即摆过来以后有啥物拍算？因为即摆因为可能身体问题吼，即摆去先去是叫农民之家。我是等2月10号摕到那个通知。2月初10会通知你。对。啊，你迄个所在伫倒位？伫这个新店北区。新店北区。对。一间啥物所在？新竹农民之家。新竹农民之家。对。我有时间就才过来吃。安尼吼，哇，欢迎吼，你一定爱过来。系啊，我这卫生直直啊，防范是问题是当时到重量车班少。啊无你要对对坐，这一定爱坐到当时敢毋是？对。啊，当时再个坐车去到。叫防完。我个坐火车。防完再个坐火车。车到新店。安尼爱偌久的时间？你要10个。你坐自强火车1站。对，新店到红湾就够啊！你也是搞那种个区间车吼，可能要7站。你可能半票吼。无。明年。65就是。明年。再1-2年啦吼。明年。明年就是。对啊，3月嘛，到明年就可以啊。所以咱这信仰所有人吼，咱就是拜着真神。对啊。拜着迄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拜着迄个造咱人类的真神，要救咱人类的真神。所以咱毋是讲去拜迄个。观音妈叉啦吼，拜偶像啦，迄拢是人造的神。咱拜是创造迄天地万有的神，像圣经内底使徒行传17章40里面所讲的，使徒行传17章40咧讲，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伊是天地主宰。伊既然是天地主宰啊，咱伊就无带伫人手所做的殿礼庙啊嘛，啊万免人服侍。服侍你看人出来，都爱个更，啊咧唱叫创啥有诶无诶这拢是无介正确诶一种诶，即个敬拜诶一个对象甲方式咱都爱来拜迄个养活咱饲咱赐万物互咱诶神所以咱即民雄兄今日足欢喜
伫即个空中甲咱听众朋友来做伙来讲了即个主要说安怎救伊，安怎带领伊，互伊人生即个辛苦的日子内底虽然伊家己一个终身也无结婚，但是伊嘛有限啦因为伊知影伊会当去找到主要说，来成做耶稣的信妇。就是羔羊的信妇，将来当互主要所迎带伫天顶的所在，这是伊上美好的所在。咱这个敏雄兄，你最后要甲咱听众朋友来呼吁啥物无？我就插一段圣经。好。你讲。我就话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第25到26。安怎讲？所以我来讲，你们毋要为性命忧愁，食啥物件，啉啥物件，为身忧愁，穿啥物？性命毋胜于饮食，身体毋胜过嘛？你只要看天下的飞鸟，也毋种，也毋收，也毋积存，这种的仓库。你的天赋像伊啦，你有够不必为了贵重吗？过来是马太福音第6章第31章，所以毋通要求食啥物件、啉啥物件、穿啥物，这就是外别人的所求的。你只要用一切东西物件，你的天赋是知影，你要想求他的国，伊的义，这物件拢是加添互你。所以毋通为明仔载忧烦恼啥，因为明仔载有明仔载忧愁，一天有哪做，一天有到啊。是咱敏雄兄伊对人生的体会，甲对最后所的话当中伊对马太福音第6章25节安尼讲着，伊讲，所以我甲恁讲，毋通为着性命忧虑，食啥物，啉啥物；为着身体忧虑，穿啥物。性命敢无赢过饮食吗？身体敢无赢过衫衣裳吗？第26节讲，恁看，迄天顶的飞鸟，伊也无种，嘛无收，嘛免积蓄伫迄个仓库内底。恁的天父尚且着养活着因，恁敢无比这个飞鸟更较贵重吗？31节讲讲所以毋好忧愁，食啥物，啉啥物，穿啥物这拢是无信耶稣的人所求的啦。恁所需用的这一切物件恁的天父拢知影只要咱会当拍拼努力尽本分。33节讲，恁爱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这些物件拢要交互恁咯。34节讲，所以毋免为着明仔载忧虑，因为明仔载自有明仔载的忧虑啦。一天的困难，一天担当就够敢像主要说伊迄个祈祷文内底讲咱日常应食，今日输互咱，今日要输互咱食所以敏雄兄伊人生过程内底，你甲今日讲起来有一个深深的体验，感觉讲是真心亲自咧甲勇气虽然讲毋是讲好业毋是讲足歹过日子，总是呢3顿拢会当过。嘛经历到真济即个真济人生各方面的即个苦楚。不过伊即摆拢发出着对真神遐来迄个平安甲即个喜乐所以伊就用这段圣经甲咱听众朋友呢来互相做勉励讲咱今日若寻求神的国，先来认捌这位真神，来倚靠这位真神，来领受真神的救恩，来进入伊所踮的教会。安尼其实咱若尽咱应当尽的本分，今日神拢会当甲咱养活才对啦所以咱毋免烦恼这代志最后，咱敏雄兄有要甲咱听众朋友讲几句话无？有啊。你讲。只要死推真神，你要互伊真正好处。以我本身来讲，而且足多个问题咧，伊才算袂了。安尼万一小还未信主的，赶快来信耶稣教会来信主，找到你的未来种的恩典。是所以最后咱敏雄兄伊真正甲咱听众朋友做一个呼吁希望咱听众朋友会当伫咱苦难人生当中伫咱或者是走投无路时阵咱会当来倚靠着真神，咱莫去拜偶像啦莫去拜迄个被造的神，咱就爱离弃偶像来归向这个又真又爱的真神
真正会当加做咱活口的精神。你也看，美雄兄人生当中讲起来，因若无主要说我现在可能差不多这个骨头拍骨的绝对可能反正性命都无去啊！你也看主要所讲的养活，互伊安尼当去饲养互伊会当固定会当大的所在，佫会当有一个聚会所在，佫有当敬拜神的所在，后来佫会当去英明之家去遐大讲起来这实在是主要说伊真大恩典啦所以人生当中无一定讲咱这个好嘢嘛无一定讲咱为了善足艰苦，应该毋是安尼。要紧是啥？无论这个善良。无论富足，有一天咱拢会离开世间。要离开世间要去倒位，最要紧要找到这位真神。所以咱民想兄伊即摆感受来讲，我今日找到真神我人生无咧惊遐，我无咧惊啥我若真正艰苦时，我就祈祷主耶稣。奉教所信命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俄罗你，因为你是慈悲怜悯的神，你也是看顾卑微的人的真神。这集的节目当中，阮访问对人教会黄敏修兄弟，伊今年64岁，伊对细汉出世伫三重埔，5岁就失去着伊老母。虽然一路上真艰苦、真善良，但是主，你犹原一直咧看顾着伊。伊因着要照顾着破病的老爸，所以伊就对军中提早退伍。退伍了后，照顾了老爸3年。等到伊老爸过身了后，伊却真歹找到工课，失业也一段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就流落街头，食做解药，住伫台中火车头的地下道，靠着人送饭菜来过日子，生活会当讲是漂泊不定，心灵孤单，无依无靠。但是主，你伫民国89年西元2000年的时，你要亲自来竞选着伊，你出声叫伊去找真耶稣教会朱义生兄弟，伊就遵命令去找，并且也找着，开始对着朱兄弟来照顾着杨群。伫民国99年西元2010年的时候，伊参加了教会灵报道会，才真正找到真神甲正确的信仰，心内得到平安甲确据。主啊，阮感谢你。伫民国100年西元2011年，你赐予宝贵的圣灵，又予伊详细查考洗礼、安息日、圣餐、洗脚礼等等的真理。后来，伊也存着信心，接受合乎圣经真理洗礼，写做归入主你名下，加做主内兄弟。主啊，你恩典不只是安尼尔，你也曾经3遍真奇妙拯救着伊，无伊就无命。伊讲有一遍，伊伫山顶，互毒蛇、龟壳花，就一般所讲的百步蛇加着。主，你保守住伊的性命，伊用着做兵所学习，安那去互蛇加着来做急救。虽然当这时因为安尼，伊镜头变形，伊确实看做讲，这就是神你恩典的记号。伊佫有一遍，伊讲伊无长治，对日头跋来，却无疼无伤。虽然有去照 X 光，就是讲叶梁骨有粉碎性骨折，医生也建议讲你要动手术，但是伊讲伊无感觉，也无感觉无爽快，所以一直到担也佫会当扫涂骹、扫便所、骑脚踏车、侍奉圣工。又佫一遍，主要说你医治伊严重的胃酸，就是火烧心。伊也无需要去开刀，镜头拢好了，伊的生活也恢复了正常。主啊，敢若是像民寿兄伊家己所见证的，若是无你恩典，伊早就一无所有，嘛无性命。当伊也有兄弟甲伊收留一当大，也有教会聚会做圣工。未来伊也通好住伫英民之家。主啊，阮知影，人若找到你，无论是好也善，人生就有真实的希望啊！主啊，我若恳求你怜悯，佫未信耶稣或者朋友，互因会当离开拜偶像迷信，
来超找这位又真又活真神，来得到你救恩甲平安。最后，我来愿意将一切荣耀、尊贵、阿乐权柄，拢归到你的圣尊名，一直到永远。也愿恩典、喜乐、平安、福气呢，拢归到阮喜来你救恩的听众朋友。哈利路亚，阿门。好，咱今日访问到咱这个闽乡兄的时间就到这啦吼。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的厝边各位大家好，这个福音广播节目呢，已经要接近尾声。若是你对阮今日节目的内容有啥物感动，要甲阮分享，或者你有一寡各方面的疑问，会使写伫留言区，就是写字所在，甲阮来分享甲提问。上面呢，阮也真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会晓分享本节目的内容，互你的亲戚朋友做伙来收听。阮也真欢喜你通好到你所踮的所在，会真耶稣教会，甲阮做伙来查考圣经真理的道，就是会互咱今生有真实的依靠，将来灵魂生命会当有永生得救。真实的盼望的福音，感谢你的收听，愿天顶的真神赐平安福气予你，以及予你的全家。欢迎咱下一摆空中搁再会。最好的厝边，就是主耶稣，永远陪伴你身边。永远保护你，永远的朋友，就是主耶稣。无论风雨也出日，永远看顾你。伊要找你。要听你祈祷的声，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最好的厝边，就是主耶稣，予你生命甲平安。予你得福气，耶稣要听你祈祷，要赐福气予你。